来看中华大城乡的潭墘国校8月要停招，引起争议。今仔日规整100外村民开记者会，批评中华管府违法废除学校。安乐管府是强调一切拢合法，嘛答应要补助学生转学的费用。违宪废校，违宪废校。 100外位村民大声喊，为后一代争取教育权。创校64年的中华大城乡潭墘国小，因为县府一张公告，要为今年8月开始停招。当地的村民带领家长、学生出面抗议，批评政府完全无重视偏乡教育。我们会担心到其他学校后都没有认识的同学，会觉得新的学校非常的陌生。 政府照顾偏乡，结果伊是用废校，用废校来甲照顾阮，我是感觉非常的不满啦。当地筹组反废校联盟，因为包括潭墘国小在内，大城乡过去4年已经有3间小学停招，今年5月已经向教育部提起诉愿。另外有律师收到消息前来声援，批评中华县府违反行政法当中的比例原则，并无有目的正当甲手段适当性。后续来等诉愿结果出来了后，协助村民拍行政诉讼。比例的原则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在做行政决策的时候，必须要目的正当，手段要适当，而且权力的权衡之下是要平衡的。可是呢，废除学校的目的究竟有何公益性？可是请问提供国民基本教育跟游学中心给不知道是谁会来，这2个公益性哪一个比较高？县府刚才透过文字回应。 潭墘国小学生人数少于40人，未来2个学年度拢只有2名新生。会提供转校学生专业的补助交通费，学校会转型为游学中心，无影响受教的权益。记者张华报道。